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台北大地的人家厝崩塌的案件。代志发生到今第7天，今仔日嘛开放到第3波，嘛是最后一批的住户登去厝摕物件。嘛是同款，只会当入去厝内20分钟。受灾户怨称，讲20分钟无够用，物价袂输是咧搬厝比赛同款。还佫有较悲情的，因为厝内底起起，有住户是引发着头戆，日时佫真热，有人甚至是掉沙掠土啊。受灾户是批评台北市政府无同理心，台北市都发局长是讲，为着大家安全，后续会看状况，看是毋是会当甲开放的时间佫来延长。特别先选哪些东西先拿吗？这当然是生产工具或是一些必需品都先拿。20分钟是不是太短？非常短，非常短。日头请爷爷，基台大地的受灾户大粒瓜、小粒瓜，将一车又搁一车的家伙全部搬出来，无用家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拢无，因为每一段时间敢若短20分钟，因真官讲会当摕偌济就摕偌济，毕竟大过60栋的厝拢是回忆。当然是不够啊，他再给我们10次也不够啊。他现在就是地板不平衡呐，有的斜那样子，有的斜这样子啊，你走路会斜来斜去啊，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会跌倒啊。时间真正无啥够，敢若当经一寡贵重的物件先搬，还佫有一半物品拢未付清。受灾户当着灾情已经真委屈，即摆要当去厝摕物件，赶甲皮皮喘，爬起爬落，佫掠出是咧参加搬厝比赛。因为厝厝起地势头壳戆，更加互人真艰苦，甚至有人掉沙吐出来。搬家比赛都没这么严酷。台北市政府都没有人了吗？所有的人都不会投你我们吗？后续是不是会加开再取物，要取决于我们后续的我们的安全的情形。台北市都发局强调，敢会开放互民众第4遍登去摕物件，时间敢会继续来延长，拢也是爱看后续的报告。严格一切拢是以安全为主。安尼台北市府申请对机台的机构去互法院拍倒倒来，敢会刷咧提出控告嘛，也搁咧讨论。谢谢法院愿意就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去做判断。很难担保说未来以后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还是请法院能够保障这个市民的财产，所以还是希望说不要再做这个2次的夺回的动作，这真的是会伤害我们这个居民的心。大地的面体崩落，司法到今已经伫要1礼拜，受灾户敢若希望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无想要继续搁做台北市2人区狼狽的高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